醒獅點解叫做醒獅？舊中國被譽為睡獅，風雨飄搖。我哋將舞獅改為醒獅，旨在喚醒民眾，復興國族。獅舞騰騰乾坤動，祈福長歲天地興。起獅！舞獅，我國優秀嘅民間傳統藝術，融合舞蹈、音樂、武術於一體。自古以嚟，舞獅長盛不衰，歷代相傳。凡有節慶活動，必有舞獅助興。對於遊子嚟講，每當獅頭昂起，鼓聲雷動，即使天涯海角，故鄉亦近在眼前。縱然前路艱辛，仍舊未來可期。舞獅分南北兩派，其中南獅寫意，通過騰、挪、閃、撲、回旋、飛揚，將獅子嘅神態表現得剛猛威武，變化萬千。搶青係南獅嘅表演形式之一，兩獅爭奪彩頭，寓意生財。搶青者以舞法、腿法、身法決勝負。千百年嚟，舞獅高人輩出，黃飛鴻師傅嘅傳奇更係家喻戶曉。而我哋故事嘅主角，並唔係佢，而係號角已經響起，都快跑返屋企，沿路快奔追趕太陽，把心聲説起。若要散於晚霞，泛起千般美，接隻似飛機嬉戲，帶着望遠飛，換上嶄新衣裳，把傷心整理，那是人生第一次俾足心機，就算覺得生氣，就艱苦都不記，努力全因心中有方向，我夢及我想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伟胜，也是行政团的主席，这次副主席郑伟人。我是陈一峰，在行事团担任财政一职。我们济华华中行事团成立于2003年，前身199年的是行事组。从最初角落里的一点点器材，到社会贤达的支持、校方的认可，我们一步步成长为今天有50多名团员的独立团体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举办行狮日，走进校园推广文化，校方动我们行狮团员远赴中国培训，只为了精进记忆、传承文化。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尾：行狮不是拉拉宅或嗨嗨子的象征，而是一份信念、一份责任。我们坚持的是让中国文化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。OK，看，济华行狮团，希望我啦！